哈利路亚，感谢主，让今天的天气是阴的，现在外面是黑暗的，但是我们今天确实能够在这里看到黑暗中点亮的这一颗星。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中目前是在黑暗或光明中。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在像今天天气一样阴雨绵绵，又是黑暗中，那么传道要说，今天我们有福了，今天神要对我们来说话，因为今天神要宣告他的盼望，在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是给人盼望的神，我们感谢你。有人说黑暗是一股力量，是的，这黑暗的力量把我们拉向罪恶当中，在黑暗当中让我们往下沉沦，让我们在绝望中，让我们以为这世界上没有神，让我们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爱我们，没有人要我们。但是主，你降生在这世界上是一个事实，你爱我们更是一个真实，是一个真理。纵使没有人要我们，主你要我们，而且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纵使世人说没有盼望、绝望中，主耶稣，你在黑暗中一颗新的心引导我们。谢谢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就在今天此时此刻，现在开始。主啊，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启示我们。我们原是那看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的。主啊，圣灵，求神你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没有相遇，让我们知道有一位在乎我们、爱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一样哦，我们这个有大人物即将来临啊！好，来我们来看，有啊，来我们一样，今天要来读诗篇25篇。好，那传道先读单数，然后我们来大家来读双数，这样好吗？因为诗篇就是这样一唱一和，一唱一和，可以吗？准备好了吗？好，来，请。好，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一起，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哇，神的话很宝贵，每一句话都带着力量哦。好，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好，这一次呢倒过来好吗？你们先传到双数。好，来，请。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发声。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
教训。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阿们。感谢神，神今天呢，要透过刚才的点灯，以及接下来我们圣诞节即将有的，看到我们台上有几个蜡烛，这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圣诞节的一个节期，就是代降节的开始。代降节的开始这第一周代表着是神给我们的盼望。那我们这个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吗？真的可以相信吗？今天传道说题目是什么？信就对了啦。真的吗？信就对了吗？传道有一个好朋友，他养一只狗，他想训练它，他从那上面来。在上面，不是释迦哦，对不起，没有指你啊。来跳下来，来，我抱你，我一定可以抱住你，要不要相信？为什么不要？这个狗是我训练，我知道它能够做得到。看嘛，那个狗叫什么名字 ？Lucky 啊 ，Lucky， 来，看嘛，来，快，我一定能抱住你，要不要相信？这一只狗要不要相信？为什么不要？真的吗？可是主人平常对我这么好呢，要不要信？传道公信了就对了，所以他就怎样跳下来以后，结果是怎样？那个我同学那个脚摔断，因为那个狗太用力了，啪，两个都跌倒。所以信就对了吗？要信谁还真是很重要哈。不要听了传道说信就对了，回去乱信。路上陌生人说：“小姐来哦。”你也说不，传道说信就对了，错，这是什么信？愚昧的信。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说：“人家婚前性行为很好呢，这个要不要信？要不要信？”谢谢，不要信。那个吃一下那个没关系，吃一下你有我创意呢，要不要信？不要。所以我们信什么很重要，信的这个人是讲什么，是不是真理，还是什么歪理？不要弄错了啊！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这个今年才选举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但是传道要讲，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啊。有的人说不是这样，但是呢，这个知名的期刊呢，学这个商的人就知道，这经纪人学刊是非常有名的。他居然写了这个英文的名字如果有学那个英文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妈的什么妈的 bumblebee 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人呢翻译成什么？赶快转掉了不然等一下会被搞着有人翻译成什么？笨蛋马英九。为什么？因为他做了很多措施，都让人民失去什么信心。从奢侈税到油电双涨，如果以后你们学商就知道，油电双涨会造成许多的后果。赠所税，然后还有什么健保会、补充会，劳保说跟我们讲，信了就对了，你们尽量的缴钱，到时候你们就可以领什么年金，对不对？你们就可以什么所得替代率就会高达多少这2天的新闻对不对？要不要信？我没有讲，我们要判断。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来判断。他讲的这个，我们怎么来信呢？
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是傻傻的，但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看的不是世人所看，我们要看神给我们看。所以在这样子的打开新闻里面，纷纷扰扰，我们这社会上好像感觉没有一样是稳定的，没有一样是不会变，只有一件事情不会变，那是什么事？变。什么都变，那么请问我要信什么？我还要不要继续交钱？我还要不要继续努力？以前我那个时代，我只要努力读书，我只要读到台大，我只要读到大学，我就怎样？好几 K 了，不是22K 而已。22K 这是多少钱？22000，22000，请问现在还能不能存钱？生活可能就有困难，所以开始在这个时代里面，越来越没有怎样盼望。我到底要相信什么？我到底要不要努力呀？现在的社会就像黑暗一样，但是谁可以给我们光？我们该要信什么呢？今天是今年度的圣诞节的代降节开始，代降节说明着我们准备着，我们即将要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早就降生了。传道，耶稣基督早就降生了，但是怎么还有那个什么妈的什么邦格了？怎么还有那个？那耶稣有用吗？耶稣已经降生，还有用吗？有没有用？有。怎么有用？那是时候还没到吗？是啊。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我们这一些地球好像整个都已经破坏，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应验我们启示录说，我们将有新天新地。而且今天传道要说，那不是遥望的未来哦，而是你今天从这里走出去以后，你就感觉你自己已经开始在新天新地的路上。今天你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你就要带着满有的盼望说，我已经走向新的我，那个新的我已经在我的内心里面已经开始要准备酝酿发芽。新天新地，虽然你现在还看不到它发芽，但是它有没有在持续的一股力量？你在地理上看到那个种子种下去，你没有看到它发芽，请问你可不可以说它没有在长大？不能，因为它真的持续在长大。代降节就是给你这样的盼望，你或许还没有看见，但是那个盼望已经在你身边，已经迎面而来。我们要说，在这个世代里面，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在盼望，那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或许你会想，我们要相信什么？传道，我们能够相信什么？我们已经绝望到又绝望。不管是科学家，不管是人说的话，不管是身边的人，那个我最亲密的人，那个说满口说爱我的人，转身的时候就不是你。那个说爱我生我的，在他情绪失控的时候，可以把我打到牙齿都掉。传道有很多家暴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不是不爱他们，但是他们父母爱的方式是用什么？他们爱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要打你。这是兄弟斗力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要你怎样？限制你，因为我爱你啊！因为我爱你，我就不能给你怎么样？因为我爱你。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总是没办法？
好像让我们感觉真的安心。就像这个小女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不再相信。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游戏，不是游戏，实验，就是2只狗。哎，怎么又是狗的例子啊？真的是2只狗。这2只狗放在一个空间里面，就让他们进去以后，这个全部都通电。哇！结果狗一遇到这个地会通电，它会怎样？会跳，对不对？汪汪汪汪一直叫。可是一直通电怎么办？这2只狗 A， 它就赶快怎样跑，但是它还是通电。它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它怎样撞那个一个板子墙？哇！结果它一撞的时候，发现那个板子后面有一个什么开关，可以把电关掉，它就安心。那 B 呢？他一直撞，他总是没有碰到那个门，没有那个板子，所以他一直都在处于什么被电的那个窘境里面。好，这个实验过以后，这是一个什么经验，对不对？再把它们放在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通电。那么 A 呢？刚才有没有成功经验？有。然后他又去撞那个墙，结果这次怎样？那个墙没有用可是他看到后面有一个板子，撞，他已经有一次成功的经验，所以他觉得有盼望。虽然这个板子不行，这个板子可不可以？这个板子可不可以？这个上面不行，下面是不行，绕也不行，前面有一个门，跳过去 ，OK， 得救了。可是 B 呢？上次有没有成功经验？没有，怎么样都不行。所以这次他到了新的环境以后，他只做一件事，什么事？就躺在那边不动，我干脆给你电死。那么这个叫做什么？习得的无助。这个无助是学习来的。我们人不再相信，是因为我们太多次的失败，我们太多次以为我们成功了，我们太多次以为有人真心爱我们，我们太多次以为人真的在乎我们，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因为人不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那么我能相信谁？我想你们不能相信人。传道刚刚也说，信就对了，拜托不要信错了。人真的不能相信，人一定有人他的有限。那么我们人不再相信，那我们的日子怎么办？就会产生什么？就会有焦虑。就像那只 B 的那只狗一样，它怎么样奔跑，它都没有办法找到出口的时候，就开始焦虑。焦虑就是意思就是说，它有太多的改变，太多一时身边的环境的改变，它一时应付不来，它开始恐惧。到底我现在走出去，我的危险在哪里？我的敌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的时候，叫做焦虑。那害怕叫做什么？害怕叫做至少我知道一个人是可以是害怕，或一个东西让我害怕，至少有一个目标，那么我就可以防着那个目标。焦虑会让我们怎样？扭曲了我们的判断，会扭曲了我们所看的这件事情的事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的事实。那这样怎么办呢？就会跟他一样，我不是这样啊。接下来下一步，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是什么？是一个字，叫惨。我的未来叫做没有盼望。那么你要说传道，那怎么办？那我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我们人一定要有信心，我才能够活下去，不然我完全没有信心，我就会恐慌，对不对？我就会焦虑啊，我就会惧怕，那我日子怎么过啊？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相信啊？你说什么都不能信，请问你告诉我，那我们人要相信什么呢？人要怎么样才能相信呢？我想，当我们的人没有任何的目标的时候，就像今天在黑暗当中，我们能够相信什么？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只能定准一个，就像黑暗当中，我们就是要点亮一个灯。我们的心是暗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我们的心。当我们慌乱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心，神要在我们的内心黑暗中的时候点了一个亮灯。当我们献上我们的心的时候，神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的伟人，在我们的前辈的当中，有一位，他家有7个兄弟，他是排行第8。他原来是默默无闻，在他那个世代里面，他的民族叫做以色列。之前有一个战争跟以色列关系，对不对？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一个人他有7个兄弟，他排行第8。他总是要放羊，好事情好像都轮不到他。有一天，有一个先知大人物来了，叫撒母耳。来，哇！我很老了，来到你们家，因为呢，这个国家呢，第一个王是我设立，那个王叫做扫罗王。结果他呢设立他以后，他开始怎样？不顺服上帝，不顺服上帝以后，就把国家不知道带到哪里去。所以上帝就启示这个撒母耳再去立一个新的王。在另一个新的王的时候，他去到上帝启示他说：“你去那个有一个人叫做耶西的家，然后呢，我要在他的家里再立一个新王。”撒母耳说：“你妈卖开玩笑好不好？现在王在上面呢。那扫罗他精神有点这样的，他要是知道我又去立一个新的王的时候，那我不是这个头要搬家吗？”上帝说：“怎样？放心呐，你去，你就说怎样。”我要叫你去那边要献祭的，你就叫他们都来。好，耶西就叫他的孩子都来，唯独没有叫谁最小，没有叫这个第8个。哇，都来了，第一个来，第二个看起来很壮。这个撒母耳说：“这个看起来很好哦，可能是这个哦，是不是这个？不是，是不是第2个？也不是，第3个也不是，第4个、第5、第7个都不是。”因为怎样？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表。所以他就说：“你是不是儿子只有这些呢？不，还有一个在外面。”所以传道在看经文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大卫为什么哥哥前面的通通可以去这个去一个好的地方，为什么他就在外面这个牧羊呢？所以我们想。其实大卫在这个家的地位，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家的地位是怎样，但是神要兴起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人看，神要兴起人的时候是看人的什么内心。好，这一天就给他，哇，真的叫回来以后，神的灵就告诉撒母耳说就是他，所以就给他高利他做新的王以后，请问一下，大卫从此以后怎样？圣灵就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以后，他就怎样？从此一路往上爬吗？从此就当了这个以色列的王吗？很快就当了吗？没有你如果看什么这个圣经里面就知道，从400多页，从撒母耳记上。16章一直讲17章、18章、19、20章，怎么都还没有当王？19章当了没？20章当了没？21没有那发生什么事呢？这当中好像，自从他被高利以后，好事情有发生吗？没有，还虽是一直边。
黑暗中的黑暗，再黑暗的再黑暗。可是他却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要来看，在他被立纣王之后，没什么事情发生，他居然还是一样再去放羊。打！大卫，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该在这里，快回到你的羊群那里去。我也是国王的子民，我也有资格。以色列人，你们给我听好，以色列人，快点派个人出来！我是非利士族的冠军，我叫做歌利亚。如果你们有人能够正大光明的打败我，我们非利士族人就当你们的仆人。如果我把他杀了，你们就得永远当我们的仆人。我说完了，赶快吧，派个人出来，快派个人出来，让他来跟我决斗。哈哈哈哈！或是派你们的神出来也可以呀。怎么没有人出去跟他决斗呢？大卫，我不是叫你退到后面去吗？可是他在侮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人民啊！叫你退后，听到没有？快点到上面去！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竟敢侮辱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必须有人出来跟他战斗。这边，大卫，快点！记得我告诉你的。他叫大卫，我最小的儿子。你是说我儿子被选为？这件事情必须保密，这是上帝的拣选。伟大的先知啊！这是上帝的拣选，我就是上帝的拣选。国王陛下，我们正在忙呢。我愿意为你跟歌利亚战斗。就凭你啊！让我去吧，国王。大卫，歌利亚他是个战士。我以前在伯利恒的山里，曾经杀过狮子，也杀过熊。歌利亚可不比他们差。我相信上帝会保护我的。真的要让一个小鬼跟他战斗吗？如果没有别人愿意的话，把我的盔甲给他。陛下，我不能用这个，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对付他吧。我准备好了。你们当我是只狗啊！居然派个小孩子来跟我战斗！因为刚才你藐视上帝的军队，我要奉上帝之名跟你决斗。你当着喂秃鹰吧！另一个比你更优秀的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但是神与他同在，因为他为了主耶稣，他为上帝来活，他为上帝来做每一件事情。当有人来侮辱上帝的时候，纵使那个困难再大，纵使
他没有很好的装备，但是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小小的石子，小小的作为，只要你愿意献上你的心，那么你方向就会定住，就像今天点的灯一样。当你的心乱的时候，当你的心焦虑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到底该信什么，到底我该怎么做，我慌的时候，我的害怕，我的攻击是从四面八方来，我不知道我那个让我可怕的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你没有方向。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献上你的心，像大卫，当他被拣选的时候，他献上他自己的心。当有人侮辱上帝的名的时候，他站出来，被神来用。他心定了以后，人有了方向以后，心就定了，知道我要相信谁，知道有谁在乎我，知道我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谁的很重要哎，你是属于谁的？如果你不属谁，任谁都可以对你怎么样，对吧？如果你是属于神的，很抱歉，想要对你怎么样的人，他要先问问谁？他要先问问你的主啊，他要先叩叩门啊。他如果不懂得礼貌，不想先问问你的主，就想对你怎么样，很抱歉。他试试看，神要替你撑腰。所以我们就像大卫，这首诗是大卫做的。在大卫他接下来有很长的路，这个战胜歌利亚以后，那个路才是越来越崎岖，因为他战赢回来以后，刚刚有看到那个扫罗王，扫罗王有没有说：“这是我的大将啊？”有没有？没有呢，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欢呼的时候，人家欢呼什么？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一个千万就千万，千万不能有嫉妒心啊！千万只要心中有嫉妒心，魔鬼就进来了，因为一个嫉妒是让人的心会被扭转，不会看到真实。从此以后，他一直被追杀，所以有人说大卫是亡命之徒啊。从撒母耳记上16章被高利王以后，17章、18章，哇，好神哦！这个战胜了歌利亚以后，凯西19、20、21开始一直遭楼啊，一直被追杀啊。你心里还相不相信说？我是被拣选的吗？你相信你被拣选的吗？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们被拣选有一段很长的储备的形塑你的能力，就为了最后你活着的那个目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经历都是在形塑你的个性，形塑你的能力。所以我们为这些，你相信神让这些经历、这些黑暗、这些势力，它来磨塑你，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强壮，是让你更多的知道，有一天你独特的任务只有你可以完成的，只有你耶，别人不能完成。你活着的目的，你的意义就为了这一天。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只要做一件事，献上我的心。我们献上神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你负责，而且你会负责到底。那么我们就有了定准，我们就有了方向。神要让你看见，预先看见。或许你心说：“传道，我都看不，是啊，你看不到，但是你心会感受得到。哦，神也会透过身边各种的客观的环境，让我们知道，哦，我
好像这么做可以让我全力以赴，这么做让我好像虽然很辛苦哦，可是我不会痛苦哎。你们有那种感觉吗？很有冲劲，让我觉得说哇，我这一天真好。我每一天早上眼睛睁开的时候说，感谢主，我怎么一股力量从哪里一直来啊？虽然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很累啊，这就对了。神，你把你的心献给神的时候，我倚靠神的时候，我依赖神的时候，依赖就是我除了相信之外，我还怎样靠上去？那神帮我们带到，神要给我们定准，要给我们方向。如果你缺乏方向，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卫把自己的心献给神，说主，我是属你的，主你来。主耶稣，我要仰望你，因为主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今天在小组，我们可能已经有一些讨论跟一些分享。你所相信的，你倚靠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个孩子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神，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天一天慢慢长大。这个过程也会有喜怒哀惧、好奇，但是会长大。我们盼望在会长大，但是这里可能有人已经50几岁了，说传道啊，我再长大，我也不太想哎，那被砸鬼啊哦！80岁还有盼望哎，因为我的盼望在哪里？有神啊，真的。今天代降节，耶稣第2次再来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新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就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人，我们的相信是在哪里？我们相信都在这里。大卫告诉我们的，我们持续还会再看大卫。第3个礼拜说，我们看大卫后来怎么发生什么事，发生这么，我们曾经讲过，他连自己生的孩子都背叛他，他还要怎么信下去？他还是相信，他所信的上帝是谁啊？他所信的上帝就是你等候耶和华的必会羞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羞愧过，我有羞愧过。我的羞愧是什么？我的羞愧就是我在台上，然后跌一跤。你们有没有在台上跌过一跤呢？传到去年的现在，我不是用2只脚走路，我用什么走路？哎，没有声音。轮椅走路，我用100公分走路，我没有脚，我是用轮椅。100公分走路，我才知道哦，我们的地实在是很崎岖不平。我的神有让我羞愧吗？因为有人说：“哎呦，啊，你不是读神学院吗？啊，怎么神没有祝福你？你还我干那连卡都不爱用练呐？”哎，有没有人让这样子羞辱过你呀？更惨的有没有？有。我在当学校的专任辅导老师的时候，国小当专任辅导老师的时候，我的学校里面一个家长是我的儿子的老师，每一天打来辅导室给我。英年老师，啊，你不是辅导老师，啊，你那恁囝教教呢？他一听得懂吗？你不是辅导老师吗？你不是应该很会教孩子吗？为什么你的孩子是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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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你不是有信上帝的吗？啊，你们说你们上帝不是会祝福人吗？啊，你是祝福到哪里去的？啊，手还给我牵这样，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应，但是我的神帮我回应，用什么回应？以后传道给你们说。所以每次都要来聚会，传道每次都会爆1点料啊。但是这些是经过我的家人同意，但我家人没有同意我的意思。所以神真的是救人的神。曾经传道在
进神学院第1年的，还没满月，满1个礼拜而已。我中秋节就在警察局过，在警察局过，6点、7点、8点、9点、10点、11点、12点、1点、2点、3点、4点。隔一天9点，我要去学校上课。去哪里上课？很神，那个地方叫神学院。我心里不知道该做什么。主啊，我把我献给你，你居然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我的一个小孩子中秋节的时候要去烤肉。大家你们有没有去烤过肉？有吧？我们要不要去买东西？要吧？来，我载你去，好不好？不要，为什么？请问人家要载你，会不会问他说：“请问你这个摩托车是怎么来的？你可不可以先让我看你的行照？”你会这样问吗？会不会？会的人举手，请你今天回去以后被人家载都要这样问他。我的小孩子没有问，哦，大家都要去，好啊，上车。哦，骑到一半，警察叫他下来，为什么？这一台摩托车是赃车。主啊，是怎么回事啊？神会让我羞愧吗？不，传道要说那一天晚上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因为有一个孩子，他很需要来，他来的是他妈妈就啪啪啪啪啪，但是这个孩子后来去了教会，因为那一天晚上我就安静在那边祷告，他妈妈非常痛苦。所以我的神不会让我羞愧的，有羞愧也是怎样？战死了啊！因为神要救我啊！这是他的应许，他藏在我里面。不管我怎么样的时候，我总是发生什么事情，神要给我，神要给我力量，神要给我什么？他的亮光。传道遇到太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我像那只 A 的狗一样啊，有美好的经验啊。我常常要记起神怎么样救我啊，神怎么样让我遇到那个羞愧当中的时候，让我怎样抬起头来，而且把他的爱传给身边的人。因为神是良善跟正直的，当有人走在罪恶中的时候，他要让他走在正路。因为这个骑摩托车这个孩子啊，去偷了摩托车来，为了要一时这样风光啊。神爱他，让他走在正路上。他那时候只有犯一个小错，有机会在那边跟我们相遇，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他的父母因为单亲家庭，很奇妙，神用这么奇妙，因为他要按公平引领谦卑的人。这个家庭真的很辛苦哦，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很心疼。有人天生就瘸，有人天生家庭失去功能，他的瘸不是脚，他的瘸是什么？心。他没有选择，但是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就是缺一个人，他就是天生心缺的家。但是神是按照公平，他引领什么？谦卑的人。你只要愿意，你心虽然缺了，这传道要说没关系，你心虽然有一个洞，这个洞好像永远填不满，一定填不满。你要拿努力的成绩来填，不可能；你要拿努力赚的钱来填满，不可能；你要拿交很多女朋友来填，更不可能；你要拿穿很多名牌来填，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只有神的爱可以让你的心原来那个神圣的洞可以填满。你心中的那个空虚，只有神可以改变。这是我们要相信的。这一位神是不会让我们羞愧的，是要救我们的，而且他是信实的，像郑牧师常讲，这位神是信实，是慈爱，是良善的，他要帮我们走在正路上。所以当你有一天如果被神管教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求你引领我，因为你是用公平，因为你除了慈爱之外，你还是公义的神。所以请你千万不要让任何一个人不公平他，你不要去欺负别人啊，神会管教，会出手的。
所以如果你被不公平对待，你也放心，神是公义、公平的，他要引领你。他怎么引领你？你可能你的手不大，没关系，神的手很大。我们的心，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心里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我们信靠神，而不是说哦，我现在高兴就信靠，不高兴我就不信靠。不管我们高兴都不高兴，我们都选择信靠神。真的，你得到的福分是完完全全，你得到的快乐不是很快就不乐的快乐，而是什么？喜乐。喜乐就是什么？我明明知道前面可能很危险，就像冲浪一样，哎呦，那浪好危险，但是我还是想要去冲啊。因为虽然知道困难，但是我知道在这当中，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会得着满足跟喜乐，会满足那个知道我活着的意义。虽然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有去。虽然很辛苦，我知道有人会给我勇气跟力量。因为神他是信实，他说什么？他为我们带来勇气。有了勇气以后，我们就可以往前。信就对了，信谁啊？各位，信神好吗？我们信神就对了，不是信人。我们信神就对，抬头仰望神，我们心会定。如果你心不定，如果你读书的时候，你工作的时候，你失恋的时候，你失败的时候，你挫折、被抛弃、被遗弃的时候，你只要仰望神，将自己的心献上。我知道谁将掌管明天，那么我们就没有害怕。奇妙的事情会持续的发生，而且有你自信。你要得到这样子的勇气吗？有一天可以来见证神的爱吗？我们就信神啊，信这一位，他会救你，他懂你。这一位深深知道你未来哪一条路最适合你，你就相信他吧。世人看为最好的路，最好那个人不见得适合你。世人看为最烂最差的，也不见得不适合你。只有神知道什么的路是适合你，什么样的人适合你，什么样的科系适合你，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你。为了要让你达到他给你的那个命定，那个特殊的任务，只有你才能够完成，别人不能完成。我们一起来经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的心献上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充满我们，你就来满足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现在或许还有一些疑问，真的可以信吗？主，我要恳求圣灵，恳求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转向你，主啊，让我们的心转向你，与你连接。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再漂流。主耶稣，我们愿意说，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我们将自己献上，我们要随着神你的带领，我们要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活下去的意义。你要赐给我们全备的智慧跟勇气，你要赐给我们你那里来的平安与喜乐。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